来继续是咱的政府本地是规划过年了后，为3月初1开始，要恢复予民众会当组团到中国去游览。但是交通部观光署昨突然间来宣布，讲即日开始停止招揽旅行团到中国，主要是因为中国到今也未针对着中国旅行社来台湾进行着安排，而且中国各单方面来宣布改变 M503的航路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讲，3月初1到5月31这段时间，成团的也是会当来出团。若是6月以后的团，就甲旅行社来讨论，是毋是要提早到5月的进程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到北区的高控中心看国道施运，和同仁拜年，嘛讲家己未来可能无入内国，不过今嘛爱心面对到中国旅游的禁令争议。中国大陆事实上对于他们的团客来台，丝毫没有任何意思，完全没有善意，甚至有点恶意。去年有讲春节前宣布嘛，所以昨天算是春节前的最后一天，说势必要宣布了。原定3月起恢复台湾民众组团到中国旅游，不过王国材认为，中国甲要开放旅行团来台，又搁宣布改变 M503的航路。观光署昨昏就宣布，即时起停止招旅行团到中国，让部分的旅游业者真不满。民众的愤怒跟抗议哦，昨天发布这一则新闻，让我们很多业者鸡飞狗跳哦。6月份已经收客6、7、7、8成了，那比较特殊的旅游景点的话，都是7、8月以后都已经收定了。那这些旅游纠纷如何善了？业者认为，许热是旅游高峰，禁令一出是冲击产业，嘛影响到规划好的行程。这个政府要如何因应？让它可以并到这个3月1号到5月5月31号这3个月来处理啊。如果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状况哈，我想我会请观光署尽量来协助。佮传出中国旅游的政策改变背后有国安单位伫咧施加压力，王国材回应是跨部会讨论，不过有想参与无方便讲。若外团观光署对讨论细节拢唔知影，交通部是完全否认，而且强调拢有参与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